第2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實在美麗慢，東方寶寶63響尾2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就大番薯一馬當先就放啦，內欄有東方魅影啊，出邊啊富全寶馬，中間第4紅衫幸運福星啊，第5位最出呢仲有隻南區王啦，大約跟住個第6係飛雲嚟噶，內欄位置仲有勝在有型馬林，中間藍衫粉紅帽呢仲係有型勇士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逆市奇葩魅力心啊，響外邊呢就係嗰隻實在美麗啊，暫時殿後63東方寶寶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大番薯就放啦，富全寶馬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東方魅影啊，跟住個第4有第4位外邊啊南區王嚟噶，咁啊第5位嘅馬啦，中檔位置就有型勇士啊，拱咗嗰隻呢就飛雲出去啊，走入邊嘅馬有逆市奇葩啦，勝在有型啦，揈到最出係東方寶寶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大番薯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2個馬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啦，南區王追啲啦，外邊飛雲追啲啦，入邊呢仲有東方魅影啊，兜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大番薯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南區王喺呢個第2位啊，出邊追嘅馬咧仲有飛雲大外檔東方寶寶啊，贏馬嗰匹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係咪到先呢？所有因素咧，我都覺得咧呢場嘅馬膽咧一定係呢隻東方寶寶嘅。咁至於配腳方面咧，第一配腳咧，我會揀大番薯，個名好似好得意咁嚇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呢隻大番薯一啲都唔係番薯。第2馬膽咧，其實都夾硬揀嘅，因為呢兩隻我覺得係超少少嘅，就係羅富全嗰隻南區王